各位聽眾朋友，我係阿葉梅，歡迎收聽客家觀點。今日嘅係我係先表明一件事，我唔清彩相信任何一方講嘅話，包括執政黨、在野黨，還有媒體，因為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當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當我哋在討論預算客觀呢件事情嘅細節，大家都在講古，各講各句，各有家嘅立場，各有家嘅利益。故所今日我想做一件冇強人嘅事，我要用邏輯判斷，一步一步把呢件事情拆解來看，看清楚佢到底嘅本質係乜嘅。首先表明我嘅立場，我堅決反對任何一方將國家預算當作爭取談判嘅籌碼。也唔係認為我冇條件支持執政黨，也唔係認為我盲目反對在野黨所有嘅主張，而係認為當預算本應拿來做武器嘅世界，受傷害嘅從來唔係爭取人物，而係解掉最冇能力提自家發生嘅弱勢群眾。呢就係我今日要論述嘅核心。到底係乜嘢地用預算保護人，又係乜嘢地用預算傷害人？第一個焦點，預算客觀到底係乜嘢嘅責任？大家先冇按腳下結論。我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當你聽到在野黨提出審查預算呢件事嘅時節，你第一個觸覺反應係乜嘅？係假使呢個第一個反應係在野黨快跳踢，冇就係執政黨傳達。我會請醫生攞呢種情緒並落一邊，因為呢件事情嘅背後比你想象嘅還要複雜得多。在台灣的憲政體制架構下，立法院當然有義務要在年代之前完成國家總預算嘅審查，也唔係一項做得只有現在會做，也係唔做嘅權利，也係憲法明文規定嘅常識責任。不過你同時沒有承認常識委員會一個機制長期以來就係一個本政治人物濫用嘅運作工具，佢哋挑擺是本執政黨拿來封殺反對黨嘅提案，過後又本反對黨用來背割執政黨嘅法案。一個政治角力唔係從今日展開始，佢有當初嘅歷史原因。故所當 NLD 批評在野黨用常識委員會封殺總預算嘅時節，你沒有客觀承認，你沒有客觀承認，這項制度路通唔係經已將產生嘅，佢係一個長期本國政黨輪流操作嘅政治工具。核心問題唔單淨係乜嘢使用嘅呢項工具，核心問題係一個制度缺陷本身就唔應該存在。第二個焦點，在野黨主張嘅理由到底有冇道理？接下來我全面來分析在野黨嘅論點。在野黨當時提出審查預算所提出嘅理由有幾項，你各項下來檢視。第一項理由係講，行政院提出附屬立法院三讀通過嘅法案，呢項爭議有冇道理？從法理上來看，有一定嘅正當性。行政院假使長期提出附屬立法院合法通過嘅法案，確實係啲侵害憲政本質。立法院係代表最高民意嘅機關，佢通過嘅法案喺理論上代表多數民意。行政院假使將先策對自家有利嘅來附屬，而且對自家唔利嘅，也本身就造成了憲政危機。故所我不打算全盤否定在野黨呢項主張嘅正當性。不過我會提出一個更核心嘅質問，用封殺總預算來回應呢個問題，在邏輯上講得通嗎？答案係絕對行唔通嘅，因為行政院提出附屬老數千億元嘅民生預算本應凍結，呢兩件事情嘅受害對象根本冇強人，前者傷害嘅係憲政體制與立法院嘅尊嚴，後者實質傷害嘅
是等候补助嘅弱势老人家，电台持续预算嘅更重人，还有电到量生育补贴嘅后生父母。呢種日行正義是但法另一群完全冇相關嘅受惠者。呢啲政治邏輯上叫做台風單法，也係嚴重不公正嘅行為。第二項理由係講，目的是要使壓行政人回到談判作項，呢項思維本質上更加危險。假使拿民生預算來做談判籌碼，變做一種做得被接受嘅政治常態，該影響國家未來當年嘅預算，都有可能變做政黨惡鬥嘅砝碼。今年你用呢種手段，明年那係文人執政，對方同樣未做得用呢種手段。呢條惡例一旦打開，國家預算體制嘅正當性就會觸碰瓦解。第三項理由，當多人都冇提到。不過，我係特別強調，有調查讓當人士爭議，執政黨嘅預算變列唔合理，有脫離特定對象嘅嫌疑。好，兩項理由，我個人認為最大的理性真實。假使真見選才脫離嘅問題，咁就更應該進入實質審查，將有問題嘅預算項目刪除，將大家認為唔合理嘅支出刪減。呢真正叫做發揮監督嘅功能。你拿汽車審查，你認為啲預算內容乃為有問題，你拿本年日經驗你試探，你偏馬嘅指控地位有項目有問題，連審查都冇審查就直接封殺，呢絕對唔係監督，呢係對本身立委職責嘅態度同氣切。第三個焦點，執政黨就全然輕拍，完全冇問題冇。我同樣未會講清楚。呢下我同樣會表示執政黨所犯嘅錯誤，否則呢一項評論就會失去公正性。執政黨嘅呢一場正義度，同樣未唔係完全無辜嘅一方。行政院拒絕附屬立法院依法通過嘅法案，呢件事情本身確實引發了嚴重的憲政爭議。任何執政團隊都有加偏好嘅政策投向，不過行政院假使做得選擇性來拒絕附屬，該立法院通過法案嘅民主代表性就會太大折扣。呢就係執政黨當局挺出為嚴肅正視嘅盲點。另外，執政黨啲呢一場預算僵局嘅爭議度，同樣不斷地進行政治同人，甚至利用呢個議題來隨行政輿論的操作。對於呢一點，我個人絕對唔會否認。當媒體太偏頗報道地拉動其審預算，當執政黨主動拋出各種統計數據同社會大眾講國家損失幾多錢嘅細節，也都信息固然可能係事實，不過佢哋同時未係一種不應行以實現行以呈現嘅片面事實。故所當大眾看到呢啲數據嘅細節，你聽出會反思，呢啲數字係乜人精算出來嘅，用乜嘅基準統計嘅，背後有冇可能存在波太不實、操弄數據嘅嫌疑？我並唔係講呢啲數字全然係虛假嘅，有3000億元嘅產出，確實有加數據日記。不過我想要強調嘅係，政治操作嘅工具，從來就唔單淨係靠講拍測，有時節佢經常利用選擇性嘅真相來誤導大眾。第四個焦點，兩種國家預算風暴對因客家族群到底有乜嘅切身關係？接下來，我係完全站在客家主體性嘅角度來剖析呢件事情，因為呢就係本節目最核心嘅核心視角。客家族群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長期以來就係一個處在夾縫中間嘅少數族群，而你唔係因素程度嘅主流族群，但也唔係因素最少嘅強弱勢族群，而你在歷史長河上曾經本變人化
不人服侍，是被迫放弃自家嘅母语，甚至为到生存，因得唔去融合学习别嘅族群嘅语言文化。1988年爆发嘅反我母语运动，就系客家族群伫台湾党推进取史上，头一摆集体发出怒吼，台上讲话嘅关键时刻，介于台嘅客家前辈行上街头，根本唔系为到任何政党嘅势力，也唔系为到选票，而系单纯为到本自家嘅母语，争取一个受到法律保障嘅居土空间。佢哋融行同化本 NLD， 有些族群想要捍卫權益，就天朝為了核心訴求，寫入制度，寫入法律，並且落實在國家預算多項。認為唯有咁樣，族群嘅文化發展，將唔會因為每一次嘅政黨輪替，就面臨團結消失嘅危機。故所國家總預算呢件事情，對客家人來說，絕對唔係處上嘅正確後水，佢係一個非常具體有關文化喪失存亡嘅關鍵問題。我嘅客家委員會嘅年度預算，當然都係為計略嘅少數族群語言文化復振最主要嘅資源命脈。從行業認證考試、客家廣播電視傳播、客莊財體文化保存，到行業教師嘅培訓、青年行業推廣計劃，也都有共同政策，全部構圖用來政府預算嘅實質支持。一旦這些預算不能凍結或者刪減，實質受到衝擊嘅，絕對唔係爭取任務嘅薪水業績，而係基層用行業的高聲音嘅線上，係啲偏向學種3萬盼母語發通嘅社區阿妹。還有頭一擺想要報考行業認證嘅後生大學生，我想請全台灣嘅聽眾朋友共同來想象一個具體嘅畫面，一個喺突然學種窗台今年18歲嘅後生人，佢嘅阿婆平常同佢講嘅客家話，佢哋屋下雖然談得識，不過佢本來唔會寫，也唔知樣板來閱讀，佢滿懷熱情，想要去報考行業認證，希望利用兩項語言能力來尋條路，去客家電視台認證，我就會去學校做行業教學嘅志工。不過，就喺呢個時節，行業認證嘅考試，卻因為立法人嘅預算僵局，不能凍結，結果攀唔上嘅。呢個後生人解體文化權益嘅損失，根本冇辦法用3000億人一種冰冷嘅數字來衡量。不過，也卻係最血淋淋、最真實嘅文化損失。更深一層嘅結構性問題，在於少數族群嘅語言文化發展，喺主流政黨爭取嘅優先順位上，容人批判的最後輩。當國台政黨的進行權力談判嘅時節，佢哋核心關心嘅都係企業嘅預算項目，佢哋他們係基建重大建設，他們係國防軍購，他們係大眾社會福利嘅重要。相比之下，行業推廣客家文化保存呢啲項目顯得太過微小，小到啲政黨嘅談判作項根本冇任何政治分量，故所佢往往就變做最容易的提議事件，批政黨利益犧牲條嘅指評，也就係弱勢族群喺台灣當前政治結構當中最無奈嘅政治處境。你若冇掌握足夠嘅選票，你哋眾人就沒有足夠嘅談判籌碼。而如果你族群發展嘅文化預算，有人就係最先批爭取拿來凍結，卻最後將本人補轉來嘅一塊變然自然。聽個焦點先行統計案嘅提出，到底是根本嘅解放，也或係基礎另一個現金流通。事情到龍尾到亞東提出了現行統計案，主張將部分緊急嘅民生預算現行平衡。無論台中有人贊成，也係務實嘅改革改革方式，
但同样也有人严厉批评。也根本是在不久之間先前要受曹選嘅社會衝擊。那個人嘅客觀研判係現行通緝案本身，絕對唔係一個符合憲政體制嘅制度性解放。從本質上來看，佢根本係一個臨時嘅政治補丁。打個比方，一三年假使先通宵打爛咧亞烏克嘅重門，過後將假好兒通呢搭一塊交代啊，而且對佢沒法度講。一三年睇你動態嘅夢，社會公平只能夠講，佢根本做了一個最大限度逃避責任嘅後續補救。再者，一項現行通緝案嘅核心內容，完全係由財政單方面來主導決定。哪條項目做得先平衡，哪條項目又唔准過關。一項大動作本身，本質上就係一種對國家預算主導權嘅實質傳達同掌握。法律上真正嘅核心問題在於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嘅設計，預算案嘅主導權明確地行政人。立法人嘅憲政職責係監督、係修正、係審監，但絕對唔係去替代行政人來決定國家嘅錢而優先發的那些地方。當在亞當企圖用現行通緝案嘅特別關頭來主導國家總預算嘅通緝次序嘅時節，佢哋法律上已經嚴重這個喺憲法賦予立法人嘅角色界線。一項嚴肅嘅憲政爭議，當前主流媒體非常少深入探討，但佢卻最大的安全體公民認真來闡釋。好，做了日常相親嘅結構分析過後，我哋下要正式提出客家觀點嘅幾點核心主張。第一項主張，總預算嘅審查，法律上聽咗間建立明確嘅時間門檻。憲法本文雖然明文規定立法人有審查國家預算的義務，但卻產生漏洞，完全冇規定假使立法人刻意不履行審查義務時，都得按樣辦來改套。兩項重大的制度漏洞，為了聽出會透過修法撈佢補起來。我強烈主張為了應當修法明確規定，假使總預算案在法庭嘅特定期限內，冇順利交付委員會審查，期滿人黨此同時同復委，任何政黨都唔得利用창시委員會惡意阻擋。一項封閉機制並唔係繞剝奪立法人嘅實質審查權，而係繞制度性保障預算審查창시嘅基本憲政原則。第二項主張，창시委員會目前現行嘅封殺機制聽出而全面體制改革。창시委員會的民主設計嘅原始功能，應當根本係實現議案嘅優先次序，絕對唔應該淪為特定政黨隨行政區惡鬥嘅阻擊武器。特別係面對政府年度總預算涉及國安民生嘅緊急法案，也類具有憲法構圖嘅重大議案，更且對冇道理批창시委員會以任何政治利益考量冇限期擱置。第三項主張，對於少數族群嘅語言文化發展預算，中央人黨明聽法庭保障下限，倆就係我作為一個台灣客家人，針對歷史分管國土上所提出最核心、最具體嘅政策訴求，而令弱勢族群絕對總的容忍。當年都要將豐美嘅語言文化復振預算，用啲主流政黨嘅政治談判作項來當督主教，包含台灣客語、原住民族語以及新住民語言嘅發展經費。呢啲預算應該繞喺法律會計上，面挺最大嘅法庭預算額度保障，絕對唔能因為濫用任何政黨嘅政治強權或者惡意刪減，就面臨經費斷切、全面歸零嘅宿命。